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5月20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英。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就是就职满一档，伊有发表演说，为大家来整理一寡赖总统的重点。伊是讲呢，会来成立主权基金，去做国家级的投资平台，而且好好利用台湾的优势来连接 AI 时代的市场。另外，伊也讲到会来指示团队向在野党来进行国安的简报，希望朝野无论政治立场到底是安怎，拢会当以国家的利益来做优先。再来是讲到这核能，赖总统伊是表示讲呢，这核安会就爱先定这个审查的办法，才由台电去评估到底敢有定放的安全条件。真值得大家来注意的就是讲，这回赖总统呢，伊的演说拢无讲到中国2字，看起来真明显，就是要伫个两岸紧张的时刻，甲这项议题放互较轻的。赖总统伫记者会顶悬向民众报告，这一年来国家拄长的挑战、成果和未来的规划。赖总统表示，台湾过去长期戒严，有一个先进的牺牲拍拼，但互台湾成做亚洲的民主灯塔。针对国内各地发起的公民运动，赖总统表示肯定，认为面对民主的纷纷扰扰，应当爱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伊表示会拍拼促成朝野对话来加强政党合作。我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形势简报。期望朝野政党领袖，无论政治立场为何，我们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以守护国家安全为前提，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坦率、真诚交换意见。经济面对美国对顶关税对台湾的冲击，赖总统宣布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协助国内产业在全球布局。台海政治方面，中国军机军舰嘛继续对台湾四周骚扰，国际媒体嘛关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赖总统回应讲，会继续强化军事采购、经济韧性，也有国际合作，以避战来避免战争。我们也积极跟国际友盟共同合作，肩并肩，发挥威慑的力量，以备战来避战，达到和平的目标。第4个是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只要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赖总统嘛表示，行政院有提出强化安全韧性特别条例，编列4100亿的特别预算，希望会当得到朝野的支持，让台湾在国际变局当中继续安稳向前行。记者卢尚祖、郑准友台北报道。赖总统就职满一档，即马所传出有2个中国人，若像是用3班偷渡到金门。这海巡是甲这2个人依法甲送办，也因为进前呢，才拄传出有中国的爸仔囝是坐树灵船来到台湾，甚至有中国的网红呢是伫咱的海墘来插5星旗。专家就认为讲，无代表就是这中国咧试探，看倒一搭是咱的雷达死角。林过人。海巡人员要求各普里龙帮的中国人上船。20透早5:08分，海巡金门守望哨用热显像系统查到好亲像有人要为2大海峡偷渡进花，随会动国军守备大队拿查围捕。7:53分查到2个讲为厦门要来扣海雷亚的中国查甫人，嘛查到1台竹牌啊。有2名中国人士从小型舢板释放保利龙浮绑，企图偷渡上岸。目前调查疑似上岸采贝。再来有一对中国爸仔囝，还有树莲船为桃园观音海沙堡进花，我也还有中国网前第18打出影片，伫桃园大园区海沙堡插5星旗。去年嘛发生中国查甫人驶快艇为福建出发，直接冲入去新北市的淡水码头，离中国不远远的金门，沿过定定有中国偷渡客，还有树莲船出现。海巡无排除偷渡案是中共认知作战的一项。专家分析，树灵船这种小型船真细台，雷达较歹侦测，无排除是共军试探咱华济雷达性能加业界，想要找到海防的老胖。雷达其实目前来讲，对小型的这种橡皮艇目标，基本上它能够侦测到的能力是有限的。毕竟人体都有所谓的这个热源，针对人员的辨识状况，绝对会比雷达好。专家表示，无人雷达站会当自动侦测认出海面目标，执行若伤济，至少也有雷达示警、人工识别的方式。若做连雷达都无都认出来，敢若我靠派人用千里镜、热显像，甚至人的到场证书，咱拢需要建立更加强大的安全网。坚固海防。记者综合报道。
昨发生伫新北市三峡的车祸是隆重造成15个人死伤。这肇事的78岁阿公呢，伫咧弄到人进前，就因为弄到昏过倒，而且北去的时阵，佫去弄到车。这事故的原因，即马是犹搁咧调查。因那这件事故呢，嘛，互侪伙人换驾照的制度，佫开引起了讨论。那照目前咱国内的规定，这75岁以上的老大人，每3档都要换一摆驾照。即马上新的消息是，咱的交通部长表示讲，要来规划甲换驾照的年岁降到70岁，也就是甲日本同款。一大堆民众到场就发生集结伫路口，小电线献花、放四手啊、手写的卡片，点点啊徛伫边啊，甲过身者致哀，嘛甲伤者接去。对，我昨天看到新闻，就有感而发的哭了。发生伫新北市的三峡北大国小头前这个重大死伤车祸，肇事的78岁姓严的老人，身体状况还未恢复，特别做第2摆手术，甲当还未做笔录。有多处的肠道的破裂，目前来讲相对而言情况比较好，但是还仍然没有脱离险境，意识状况也不清楚。经过警方初步调查，排除食酒食毒塞车，但是驾驶方发现讲，伫案发进前1分钟已经家己弄到安全岛，目睭搁去弄到修理车，但是伊无停，直接离开。敢涉嫌肇事逃逸，专案肇事原因是啥，拢搁爱单调查。但若即摆驾驶过去嘛有红灯违停的记录，甚至把春去的人行都感觉嘛红个啊弄到伤。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非常难过哈。那我们今天早上。利用升旗朝会的时间，集合7、8年级，先做心理辅导。专案造成15个人死伤，9个人是三峡国中的学生，其中阁有2个人过身。就惊有师生看到车祸的经过，产生创伤，学校开始心理辅导，检方嘛到病院完成验尸。案发过1天，警方是加派警力伫路口执勤，因为新北市警方是启动护理专案，但有人无要听指挥，随风砸落来。在学校周遭的一个路口来加强我们不同专案的一个警务。案发的这路口设计了行人专用石像，在特定时段强化行人的通行安全。但如今还是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事故，也让这个路口的道路设计是否有所不足，引发讨论。交通局的官员伫21透早登去案发地来会勘，点出涉案的驾驶有超速、弄红灯这的3大违规的事项，佫承诺改善案发路口的交通设置。相关的交通设施、号志、标志、标线都相当完整哦。那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因为在通学巷的地方还是要以学童的安全为优先考量，所以我们会引进行人优先区的概念。新北市交通局讲，第期升伫人行道放实体的护栏，嘛建议设置减速设施，科技执法来强化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一个民众咧带狗仔散步的时阵咧，熊熊互路边一只无白色的狗仔夹，这人甲狗拢着伤。佮较喊过的是，这个夹人夹的狗仔的主人，竟然乌多摆徛咧，就安尼做伊去放伊的狗仔伫咧现场。市政府是表示讲，这只狗仔的主人呢是涉嫌弃养甲过失伤害等罪，即马警方是当咧追查，也那受伤的民众也决定要甲提告。洪家的狗仔尻川皮肉拢裂开，身躯顶有真侪空喙，上深会当到6公分。饲主王先生20出面指控讲，前2天礼拜下晡3点半左右，伊带因兜的狗伫台中市东区的立德东街和建地街口咧散步，遭互一只无牵锁仔的大型蓝种狗仔攻击，人和狗仔拢互夹着伤。蓝种狗仔的主人迄当阵坐伫乌多摆顶悬，摩托车是直接骑车浪杠。这么有攻击性的狗，它按照动保法，它要随身携伴，而且要戴口罩，它都没有，而且放任它闯事，而且它出了事又不出来负责，然后就说跑就跑。61岁王先生迄当阵是拼命制服攻击的蓝种狗仔，续落来就向警方来报案。攻击的狗仔互带登去动保处的动物之家来收容，因为无实入晶片，警方当查访目击者和吊监视器，厘清饲主的身份。警方获报后查访目击者及调阅监视器，厘清该犬只是否有人饲养。如今查明有人饲养，而饲主未将犬只练绳，致民众受伤，饲主即涉犯刑法过失伤害罪及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
农业部目前是甲彼得犬等6种危险性的狗仔，含无正当理由捌攻击人，也是动物行为记录的狗仔，列作有攻击性的宠物，规定出入公共场所应该互成年人来陪同，而且以无超过1.5公尺连纳锁啊来牵，嘛挂喙烟，也是使用通风的金属箱笼啊来装载，为这会当照动保法罚3万到15万。台中市府讲，这只狗仔虽然不是危险性的狗仔，但是饲主已经涉犯弃用所包含刑罚的过失伤害，受害者嘛决定提告。经查该犬只没有晶片，又因为饲主当下已经离开现场，所以本案已经向警方调阅资料，倘经查有弃养的属实，将依动物保护法第29条处最高15万元罚款。动保处建议讲，民众若拄着狗仔疑似攻击的行为，会当采取爱细致冷静，莫挖过去，莫甲声，莫一个人行，莫走伤紧，莫哪行哪正等字爱5迈的原则，保护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4月23，也就是家己绿草移住夜公的圣诞。这庙方呢，第一天就会办千变戏来甲伊祝寿，对庙口是一直摆出去到悬桌，甚至搁拖到高铁的桥骹，双边拢是戏棚。这庙方表示讲，其实原底呢是干那100-200平尔，后来是因为网络事件，才推出这款千变戏的规模。今年移住夜公生祝寿的戏棚，同款是对庙口摆甲高铁桥骹过。庙方讲，原地规模无遮尔惊人，大约7年前因为高铁甲民车关系，这几年社神的戏棚拢是真清白在做。即马大省是入伙一坪，过来大加那车爆啊，即马来分哪车啊？自从阮遮的少年辈特别的用这个网络这 FB 去了后，足侪伫网络看到，人会来问，来拜拜，有感应。过来就是咱高铁站这个区域了，经过信道看到话就落来。庙方表示，当年移住野生也被过线都信众登记过当年的份，这刷刷收到的社戏登记，无论是布袋戏也是歌戏，老辈拢会交给看头的班长来当发落。班长讲，因为电力限制，大家上济300平都真棒啊。其他亲像演出的时间地点，也有本身爱用到的物件，因嘛拢爱斗安排。今年布袋戏有600多平，歌戏有36平，要安怎互戏演好演完，这内底拢是学问。伫较早的时阵，敢若拢一工庆典，所以规排拢是歌戏甲布袋戏。后来才因为电力跟那个交通的关系，才分做几啊工为准。拢差不多300-400平啦。来，搁第2天、第3天，就无遐济安排遐济平啦。但是若讲3天内咱的戏路宽过，做无煞的戏。继续要搁做，就爱来咱来庙埕。移住夜公爱看戏，当年生日上清平戏出已经成做地方的特色庆典。庙方讲，大家拢会问这戏要演几工，这个问题实在真困难，因为戏哪演都有人煞规定，有时阵演要几个月嘛无奇怪。记者柯家族柯超雄家己采访报道。继续来看，这罗西亚总统普廷甲美国总统川普是真罕赢讲电话讲到2点钟遐尔久。川普是表示讲，这罗欧呢咧要展开停火的谈判，也毋过伊也讲，若阵无进展，安尼伊就会来退出啦。这款讲法呢，其实互后面是真烦恼。若阵美国袂搁再来做公亲，安尼这场战争恐惊是拍袂煞的。因若这普廷呢，伊是表示讲，伊愿意甲乌克兰共同来讨论停火的备忘录，也毋过伊是袂接受美国所讲的30天的停火协议。专家是表示讲，这普廷的做法有影是真趣味，伊是用时间来换空间。罗西亚手里的科技可能是愈来愈侪啊。罗西亚第10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也甲伫中北部的首都基辅，造成至少370岁以上的中辈死亡，5个人受伤。隔天，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度假胜地所起接听美国总统川普的电话，2点外钟的通话，川普除了暗示华府可能较无爱介入俄乌谈判，而且双方的具体条件爱由双方家己会谈。当时，川普嘛表态，美国未加入欧洲各国，伫2礼拜要求罗西亚。若做无对乌克兰无条件停火30天，就要扩大对罗西亚的制裁。对谈判地点，川普讲可能转交予梵蒂冈，并且由新教宗利用14世主持谈判会议。虽然还未得到梵蒂冈的证实，不过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随伫社群平台大文表示赞同。Vladimir, I've known him for a long time now. I said, when are we going to end this bloodshed, this bloodbath? It's a bloodbath. I do believe he wants to end it. Беседа была очень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й, и
Я его оцениваю высоко. 就算普廷认为甲川普的谈话内容丰富，成分阁有帮助，不过川普讲对话了后，因双方就会随展开会谈。罗西亚随否认，克里姆林宫的声明表示停火无最后期限。另外一方面，甲川普通话2届的泽伦斯基嘛讲，亚洲罗西亚的要求是乌克兰撤出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等家己的领土，安尼表示罗西亚根本无想要停战。Цю війну. Третє, я попросив його перед його розмовою з Путіним не приймати рішень про Україну без нас. І для нас це принципові речі і дуже важливі. Ну і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я, що буде у нас потім контакт після його розмови з Путіним. 廿4号記者問到澤倫斯基是毋是已經準備好和平談判，川普講澤倫斯基是強勢較歹對付的人，若做澤倫斯基想要停戰，都必須想到這場戰爭所帶來殘酷的悲劇。佇甲川普通話了後，澤倫斯基嘛講，除了俄烏雙方甲美國以外，伊閣會邀請歐盟國家甲英國共同舉行高層會談，因為這是終結戰爭重要的行動之一。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譯。加沙即馬呢是咧要來捐款啊！以色列即站的總算是願意開放予人道救援，也毋過呢頭一批是敢若準5台卡車送入去爾。聯合國是表示講，安尼量呢根本就無夠額，因為這英國甲法國等等的國家是來要求以色列來恢復人道救援，而且停止軍事行動。以色列19正式開放物資進入加沙，解決11禮拜的封鎖。不過頭一批敢若予5台卡車通過邊界，車頂載紅營食品、緊急物資。佇加沙邊境以外，還有幾1000台卡車等待通行。聯合國對解除封鎖表示歡迎，不過經過目前送到的物資數量，甲停戰期間，逐工有600台卡車比起來，實在差傷濟。This is a welcome development that should remain in place, but it is a drop in the ocean of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and significantly more aid must be allowed into Gaza starting tomorrow morning. 以色列官方聲稱，避免加沙出現饑荒，是為了爭取其他國家佇外交鬥支持。יש תנאי אחד הכרחי, אסור לנו להגיע למצב של רעב, גם מבחינה עניינית. גם מבחינה מדינית, פשוט לא יתמכו בנו, לא נוכל להשלים את משימת הניצחון. 放物資過時間，以色列閣佇加沙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英國、法國甲加拿大聯合發表譴責聲明，警告以色列若做無停止攻勢、解除援助限制，3國要對以色列發動經濟制裁等反制措施。另外一方面，也門叛軍青年運動閣有新動作，因宣布要對以色列北部港口，也是第3大城海法實施海上封鎖。تنوه إلى كافة الشركات التي لديها سفن متواجدة في هذا الميناء أو متجهة إليه بأن الميناء المذكور صار منذ ساع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ضمن بنك الأهداف وعليها أخذ ما ورد في هذا البيان وما سيرد لاحقاً بعين الاعتبار。青年運動發言人講，任何停靠也是去海法港口的船隻，攏會互人當作會攻擊的目標。這個行動唔但相關開核緊張，也有可能對全球的供應鏈甲能源市場造成衝擊。公司新聞尤派準編譯。2023年，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起支持巴勒斯坦活動的學生馬特達維，4月中旬呢，予美國移民署以可能危害美國外交利益來甲拘留。2禮拜了後，總算已經甲放出來。5月19嘅時陣，伊伫畢業典禮頂頭受到支持者嘅祝福，伊也來講會當順利參加典禮，代表民主嘅勝利。Nothing will stop us from continuing to do that. N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nor Columbia University, nor any power in this world will stop us from being and continuing to be humans. 巴勒斯坦倡議人士馬赫達維19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典禮，順利得到學士學位。伊喺約旦河西岸難民營出世，2014年移民美國有居留權。2013年，伊伫高大校園發起支持巴勒斯坦運動。今年4月，馬赫達維伫公平辯詞當中，予美國移民局用危害外交利益做理由拘留，2禮拜了後放出來。畢業典禮之日，伊特別摸巴勒斯坦傳統的毛巾，各家支持者提被拘留的研究生哈里爾的相片，懇求美國當局用移民審查壓制學生人權。另外，美國最高法院第19裁定取消拜登政府為35萬委內瑞拉非法移民提供的臨時保護身份 TPS。國土安全部早喺2月份就撤銷 TPS 的延期決定，用部分美國移民牽涉幫派活動做理由，強調 TPS 措施會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項決定引起移民人權律師的反彈。
In January, Venezuelan TPS holders were promised 18 months more of protection, and that promise was taken away. And we continue to believe it is unlawful, and there's nothing in the Supreme Court's order that analyzes that claim. So we'll move forward as best we can, but this is a really difficult day for us. 除了促销非法移民临时保护法规，国土安全部也启动移民回乡计划，提供$1000加免钱机票，鼓励无身份的非法移民自愿出境。第一批有64个移民19为美国德州坐飞机，分别飞洪都拉斯甲哥伦比亚。国土安全部强调，自愿回乡移民应保有日后合法登美国机会，按若无会被赶走，而且永久禁止入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再来看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有一种叫做奥利诺科的酷鱼，因为人甲掠过头，所以即卖呢，这酷鱼是强要断种啊。有一阵生物学家是来发起复育的计划，希望会当让这种酷鱼继续生存落去。工作人员一放手，酷鱼就随入去河内面无去啊。这酷鱼是本地产地的伟大瑞拉的奥利诺科酷鱼，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酷鱼之一，上大会当超过6公尺长，400多公斤重。不过因为酷鱼肉会当食，皮会当摕去卖，偷猎酷鱼的情形是真严重。目前这种酷鱼已经伫要绝种，伫个野外是剩无100只。这阵生物学家是发起复育计划，等于伫个生态地采集酷鱼卵，和动物园合作，伫个人工环境之下孵酷鱼卵，再个细只酷鱼到1岁左右才野放，当日大约有200只酷鱼回来。Tenemos ya pues varios años pues trabajando con el Caimán del Orinoco. Nosotros teníamos uno a trabajar pues en colaboración con FUDES y con Mazaguaral, ayudándolo pues en las liberaciones y eso. Y luego poco a poco fue que empezamos ya nosotros a criarlos allá. 这是想要复育成功，都要含时间比紧，因为酷鱼等来到生态地了后，赶快有可能变作偷猎者的猎物。El problema sigue siendo el mismo, que los están matando para comerlos, le comen los huevos, entonces digamos. Por más que uno libere caimanes, está esa presión de caza todavía. 伟大瑞拉的国情真特殊，真侪专家因为政治压力出走，阁有真侪农村的居民会因为散食去猎野生动物来食，这拢互保育工课是愈困难。但对真侪工作人员来讲，会当真近来观察这个生命的成长，后壁回归大自然，同款是奇妙的经验。有人讲，就算行动效果有限，因嘛会拼命来保护这个生物。公司新闻优派准备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